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昨暝本地要拆开关路黄架，买手一家人和铁路局签甘愿字，搁按2月日。科技部生产3只海洋研究船，早起上盖大只的新海燕1号验收，蔡英文总统亲身去参加交船的典礼。昨暗立法院开到透暝12点，二读通过5国民法官法，今日阁随调标决，要拼3读过关。各位朋友，咱先来关心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道路去予政府定收的，到今剩2户还未拆。昨暝本地要拆开关路黄架，买手一家人有出面，公务内就要签甘愿字，阁含铁路局按2月日。另外，反对定收这个自救会发言人陈志晓教授因此，按算是后日要拆，总是陈教授讲，也已经有做上界歹的拍算了。天拄仔光，今日嘛拢已经离开，南铁地下化工程人员嘛得咧收用具，准备是离开台南北区卡湾路贴签号黄架。另外一方面，反南铁单义自救会发言人陈志晓一透早嘛伫收厝内面的重要物品，因为铁道局23号将要强制拆除陈志晓老厝的计划无变，伊嘛做了上歹的拍算。最坏的打算应该不需要思考你就知道了。我要拼命。我也是国民呢。这个房子是我的命呢，好像我的孩子呢。他那个孩子每次劝我离开，我这个刺激对我太大了。时间等于前一暗，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原定21号透早6点拆除位于台湾路2户的面体，但是伫20号暗时，因为反南铁单义的团体是结合来抗争，甲警方是爆发推挤的冲突。双方是抗争8点钟了后，上尾黄界代表黄春香嘛甲铁道局签署同意书，暂缓2个月拆迁。拆迁户考量到年迈母亲的身体状况，以及住户的一些安危，所以这一部分经过拆迁户的考虑，已经同意点交地上物。那目前铁道局也释出善意跟拆迁户协调，同意再给予2个月的自行拆除的搬迁。不是不能接受啦，是因为公有地你没有用，要来抢民地，这一点我没有办法接受啊。是这样，还有2个月，至少今天袂蒙雾到足歹看。台南铁路地下化沿线原本有340户的拆迁户，截至到目前为止，敢若剩1户是拒绝搬走。若是铁道局协调成功，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将会全数取得工程所需要的土地。虽然讲目前拆除的工程暂时落幕，铁道局嘛讲会摕出诚意来协调，但是23号要拆除反南铁单义的陈志晓因老厝，是真歹讲袂风波再起。记者王正宏台报道。再来讲，台湾目前有150几间专门伫咧接纳着要隔开14天观察健康的人客迄款防疫旅馆。近来因为生理往来入境的人数渐渐搁咧增加，去遐住的旅客原来袂少。毋过本地交通部有补助1间房1日1000，但经费是已经用尽。总是早起林佳龙部长讲的尽量搁再设法补助，绝对袂长暂。伫台北市信义区的这间5000级饭店，是目前配合政府政策的防疫旅馆之一。住客有独立的通道办理房，房间有独立的空调系统。晚到的时阵，工作人员伫咧确认餐点，一个送到房间内互人客用。因为商务客放零，目前防疫旅馆的住房率是继续增加。因为我们现在住房率是90%，那我们全部都是防疫旅客，那里面绝大多数全部都是商务客。那主要是因为有合约压力，他们必须来抵台来履行合约，对，所以现在需求还是很旺盛的。伫咧纾困2.0计划内面，交通部和合法的防疫旅馆业者补助，每一房每一天新台币1000。因过目前补助费已经用完啦，纾困3.0方案如果还未出来，国家各路做嘛生意真好，团购有真侪防疫旅馆想要渡叫，特色防疫旅馆。我们已经在调整预算，会全力来支持防疫旅馆，可以持续来进行。那我们也在纾困3.0里面也在增编的预算。那原先不足的部分，我们也会调整来优先
支持防御旅馆。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防疫是国家的政策，绝对袂互补助长去。纾困3.0会搁再加码，一定会调配预算来补助家己防疫旅馆的业者。因讲详细内容才等到办事行政议会决定，国上立法院通过了才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公园，咱来看海面。科技部有拨出16亿，生产3只国家专用的海洋研究船。深海舰2号、3号这2只，去年尾就已经交船啊。早起上界大只的深海舰1号也来验收。蔡英文总统亲身参加击破州间祈求行船平安的典礼。初期这只船就交代台湾大学管理，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气象和大海的资料。新代表的是台湾人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代表我们即将开启探索海洋。海代表的是台湾人对海洋的热爱，盐则是代表台湾人研究的实力。这次的新海盐船队从学界开出需求，进行规划，到我们台船的负责设计跟建造，都是台湾造船史上的里程碑。也展现出产业界跟学术界合作的国传国造的实力。科技部伫咧公元2018年投入16亿个经费，去年11月2只800吨级坎的新船交船。上界大只的深海舰1号船身有66公尺长，重量2155吨。因为武汉肺炎咧传因故，才会迁到这船才验收。深海舰1号也是3只船中间唯一一只有安气象塔，通好即时甲收集起来的气象资料，传转去中央气象局的船只。本地按算年尾这只船就会去到关岛执行任务，不过因为传染症未收煞，当时才会出港，但是也未决定。过来讲，教育部渐渐开放本地伫咧台湾读大学，一寡外国的学生搁再入境继续学业。不过中国学生算起来有7500几名，即阵是还未要开放。昨台湾大学发表声明，讲2礼拜内中国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人数，也无比日本、新加坡、澳洲较低。总无讲这拢已经开放啊，也搁伫咧禁中国的学生来台湾。台大最近真少对外来表态，20罕见主动发出官方声明，呼吁赶紧开放陆生来台湾。声明指出，过去14天，抗入去中加感染风险地区的日本增加5100例，新加坡超过2900名，但是中国敢若630多位煞互人排除。为感染风险甲防疫要求来看，拢无继续禁止陆生回来台湾的必要。知影台大为因讲话，陆生反台推动小组感到感谢。大家如果是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的话，还是会有良心，还是会讲理。我们这边疫情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也都在正常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愿意配合防疫。你来台湾检疫14天，要核酸检测或者是甲台选，陆生反台推动组愿意配合，嘛强调病毒毋是透过疾管来传播。实践大学校长陈鼎贵指出，疫情无透明甲政治考量是政府无要开放原因。若是烦恼疫情无透明，会当请伫咧中国140外个台湾企业协会协助提供资讯。比照美国有50个州。那按照它州或是我们这个区它的疫情的轻重来给它分级，让这一些这个中低疫情的这一些省份的学生能够及早回台湾。陈鼎贵认为，中国伫咧政治对台湾真无友善，但是台湾开放陆生来台10年啊。有真好基础，陆生受教权嘛应该平等对待，只要会当维持防疫安全，应该甲政治考量降到上低，赶紧互因分配来台。记者林淑慧、新志明台北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国民党这边连续2日提出因所掌握的秘密文件，指出总统府现任的苏家全秘书长下面直啊苏振清立委，2017年是要带国营事业的人员去访问印尼，莫非是要牵线做生意得利？苏家全的办公室这边是讲文件的内容所写全然无影，已经去台北地检署提出妨害名誉的告诉。国民党连续2天提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指控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甲立委苏振清访问印尼，回避外交部介入，这个国营事业去互控制掉咧。国民党阁要求外交部爱甲这个文件是真是假讲互清楚，叫苏家全若要去告外交部。为什么昨天外交部第一时间对外的回应说，
他没有办法就是来证实这个电报的真伪。蔡总统，你到底当时知道还是不知道？外交部我们向来不证实对于建筑在媒体上面这个文件，不去证实它的真伪，也不会去评断它的对错。2早起，苏家全的委任律师去北检市量啊，控告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罗志强，甲国民党文团会主委王玉敏3个人妨害名誉，还佫有民事损害赔偿，而且提出苏家全2017年的出境记录，伊敢若去过日本、琉球、吉隆坡，反驳南洋的指控，而且佫驳回讲2016年甲2019年2届访问印尼，都对无国营事业的人员陪同。假的真不了，这份资料不仅是年份造假、年份错假，内容更是恶意捏造。应知道国会外交无可代替的独特性与机密性，却仍选择昧着良心带头抹黑作乱。阮底下进行所谓的经贸的交流、意见交换，底外脸书甚至于新闻、立法院的迄个资讯内底拢写个做清楚。所以我在这边还要再呼吁国民党，不要再做这一种玩火自焚的一个行为。苏振清嘛，佫一概出面强调国营事业的投资有依法受到监督，并无把钱放入去伊落地的问题。讲国民党是造谣抹黑，会提告来捍卫家己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立法院临时会开到透明12点，力托通过国民法官法，今日会佫随调表决，要拼3读过关。国民党的党团议员是继续加讲，当初时民进党的党工写甲明拄明，是咧支持人民家己组织起来断案的陪审制度。但真正要立法的时煞反对，莫非是伫咧限家己的喙皮？经过2日透明开会开10点钟，立法院临时会2日继续进行国民法官法逐条表决大战。国民党团也开记者会。讲民进党当年伫咧党工内面支持陪审制，怎么草案煞排除陪审制，是家己限家己的嘴皮。4个党哦，只有民进党反对有陪审制加入这一次的改革啊，多讽刺啊！厚颜无耻的在那边攻击陪审制啊，你越打脸哦，就是越打自己的脸。支持陪审的高达81点多，然后比支持参审的63点多还高。2日会议的程序自草案第26条开始审，不过还有将近100条的条文要表决，因为条项意见无同，各党团拢有家己的版本，国家每一条条文各党团的发言时间，所以可能会开会一直开到暗时12点。那会讲这边采用文工无停电表决的方式应战，不过民进党团强调要拼伫咧2日临时会议程结束进行3读过关。赶快在今天完成，如果不行的话，就继续挑灯夜战。希望在明天，因为我们的临时会就到明天嘛。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目前已经立托完成法规的名称是国民法官法。国民法官的遴选资格是年纪满23岁。而且伫咧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域内，也个国民参审适用范围是本刑10年以上的案件等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北市和中国的上海市，当年拢会举办双城论坛，今年都是换经过电脑镜头连线，用视讯办理，明仔载就要开幕。不过，当简书培市议员是质问讲，到甲昨伊拢还佫讨无两边会议人员的名单，敢讲市府是咧等中国点头同意才会当公开。市府这边是讲照英过咧，名单本底都拢唔捌公开过。公布双城论坛的主视角，象征今年是充满变动的一年。在疫情的威胁之下，若要发展经济，就要透过国际合作甲数位经济，以城市防疫甲经济发展为重点。2日就要举行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会使讲是历史上头一届用视讯的方式来举行。在排除双方有政治考虑的因素了后，选出两边拢同意使用的通讯软体。大家之前所关心的那个通讯的软体的部分。我们经过跟那个上海方啊，那个就是说协调之后，我们决定采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矽谷的那个叫做 Cisco System。今年轮到台北市主办，郭文德甲副市长黄珊珊等等一家人代表出席。上海这边会由21
单位代理市长变市长的蒋正，甲副市长庄明等等的一家人致辞甲参加。不过，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最近甲市府要求提供详细参加的名单，却拢无消无息。伊认为，若是袂当提供中国的名单，至少台湾这方面嘛是爱有。市府一直无提供名单，互人质疑讲，敢是爱等中国点头才会当公开？如果连我方的与会人员的名单都没有办法提供，台北市政府还有需要办这个双城论坛吗？我们是已经下跪向中国投降了吗？连与会名单都要等到中国同意才敢公开，这真的笑掉人家的大牙。市府出来补回讲，出席的名单因为牵涉到被邀请人的文书，所以按照应过的例拢无公开。因那外界认为讲，双城论坛是目前两岸唯一一个官方交流的平台。刘台中嘛强调讲，双城论坛是以市府经济为重点，请外界唔通伤过头联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近来国际上一个专门伫咧提防国家中间发生冲突的团体，合作国际危机组织发表报告，把台湾海列入做政治安全形势严重恶化的地区。但国民党支持的基金会早起嘛邀请前任国防部的陈永康副部长，还有空军前任的张延廷副司令一家人，针对中国这款威胁台湾的情势会面座谈。中国解放军伫咧汉光演习的期间，派遣军机出海收集相关情报，造成台海紧张的情势搁升悬。若是美中两大强权伫咧经济、科技等等各领域嘛继续比拼，嘛互台海甲南海无平静。国际危机组织伫咧危机报告当中，甲台湾海峡列入去政治安全情势重大恶化地区。针对这件代志，军事专家学者针对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来举办座谈会。前国家安全局局长蔡德胜坦白讲，将来毋比即马更较烦恼台湾的未来。看不到两岸可以和解的终点，我们看不到。中国大陆维护主权跟领土的完整的这种坚决的意志，会更清楚，会更强烈。保守估计就是1800吧。搞在增加了，2蓝1的话，1800枚，你要3600枚的爱山呢？我们多少爱山？学者表示，自从1996年飞弹危机以来，台海面对各一届发生危机的临界点，不过引起高度冲突的可能性无悬，因为战争的代价要甲2条美金，所以中国可能会转换发动极度的冲突。原因可能甲中国内部变动、长江的水灾、疫情无受到控制、经济成长变慢等等有关系，所以引起要需要对外的议题转移政治的重点。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中国锁定台湾外岛，解放军8月份的顶岛演训差不多就是针对东沙岛来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是指出，中国对台采取四路并用的政策，分别是国际孤立、逼中华力、武力威胁、异常干政。那么不是在比飞弹的数量，而是指你的承受度，就是水电不断、银行不垮，这个医疗体系维持，那么社会结构能够支撑你防卫国家的信心跟决心。学者嘛分析，中国出来挑战美国霸权的地位，双方正面冲突的可能性虽然无悬，不过出火车的局面会更较接来发生。针对美方强化伫咧南海的军事行动，学者表示，解放军最近这几年电子情报作战有真大的进步，美军嘛真认真看待这件代志，还有美军伫咧二战了后，嘛无搁甲海上强国作战的经验，所以伫咧南海的作战演训，都会当互舰队熟悉高强度的作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针对香港所通过迄部国家安全法实施了后，世界一个国家态度嘛拢开始淡硬。之前加拿大和澳洲就宣布本地和香港所签的引渡协议要打动，就是讲过来若踮英国内了，就对香港脱走的犯人，都袂阁移送转去审判。昨英国嘛宣布讲，这条移送协议，因嘛同款要暂停了。So I've consulted with the Home Secretary, the Justice Secretar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spend the extradition treaty immediately and indefinitely. 伫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真侪欧美国家对中国提出反制。英国外交大臣拉布20日下议宣布2项新措施，包括伫咧确保未被港版国安法滥用进前，英国甲香港的引渡条约未重新实行。1989年生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也扩大。To be clear, the extension of this embargo will mean there will be no exports from the UK to Hong Kong of potentially lethal weapons, their components or ammunition. And it will also mean a ban on the export of any equipment not already banned, which might be used for internal repression, such as shackles, intercept equipment, firearms and smoke grenades.
拉布讲开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移民的具体内容，明年初就会出来。中国外交部第20一道的记者会批评英国干涉内政，香港的司法加重审权未受影响。英方近来的有关涉港的错误言论和举措，罔顾香港国安法有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本事实，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因为外界认为港版国安法可能对反对派要提立法会释回不利，讲甲其是抗争派反对派领袖黄之锋21道提参选表，正式宣布参加9月初6的立法会选举。With the threat of being extradited to China, with the uncertainty to send to black jail in Beijing,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facing life sentencing. Today is the third wee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I still hope to run for office and receive people and mandate and let the world to know that we will continue our fight until our last breath. 黄之锋暗时伫咧社群媒体发声明讲，决定参选以来，也正注意家己的人身安全。不过最近好真侪唔捌的人或者是不明车辆群众的程度已经超过伊的预期，讲起正担心可能被国安拘捕，或者是被失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世界真出名的英国 Oxford 大学和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做伙开发的武汉肺炎预防针，头一阶段的临床试验已经证实讲，过注过这当时的人体内确实会产生抗体。过来开始伫咧英国、美国、南非和巴西举办47000人大规模的试验，通好进一步来掌握预防针的安全性。英国牛津大学甲总部设伫咧剑桥的生物制药公司阿斯特捷利康。以苏布境内速度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 AZD1222， 是以一种会互恶性性感冒的病毒做大幅度的基因改造而造成。20发表一个医学期刊《刺激专类研究》显示，这种疫苗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互人体产生会当对抗病毒的抗体加 T 细胞。We have found that in over 1,000 people, the safety profile looks rather good and reassuring. And importantly, we are seeing good immune responses in almost everybody. 牛津大学以1077位年纪分布伫18到55岁，从来无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健康成年人所做的实验，显示人体伫咧自14天了 T 细胞的数量会到上多，28天了抗体会达到上悬。不过研究的时间无够长，无法度确定免疫效果会当偌久。另外有70%的实验对象会出现发烧、头痛的副作用，但是只要服用定定看到的乙酰氨酚，也就是普拿疼之类的药啊，就当疏解。为了要更加确定疫苗的免疫效果甲安全性，所来第2阶段的实验，除了伫英国的1万位受测者以外，会可以扩大范围到其他国家进行。亲像伫美国有3万人，南非2000人，巴西5000人。AZD1222疫苗的研发工作目标是伫咧年底上市。阿斯特捷利康也甲世界各国政府签协议，批准上市了，未伫咧大流行期间用疫苗来迄例，并且已经签订21支的生产数量。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官员第20个记者会向牛津的研究成果表示恭喜。不过也提醒各界，伫疫苗上市进前，防疫工作更加重要。But again,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hese are phase 1 studies. We now need to move into larger scale real-world trials. 伫全世界目前有140种的新冠病毒疫苗伫咧研发，有23种已经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目前是以英国牛津的研究领先幅度上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内政部统计讲，今年正月到6月过往期的人数比较新出事的，加要将近9000人。啊，社会学的学者嘛分析讲，下半年要搁再补回来是有较为难，尤其未来10冬，上届要斟酌的问题就是65岁过的老年的人口，会比较讲15岁到64岁这中间有法度生产做实的加真济。
今年上半年人口已经出现负成长。根据内政部统计，1月到6月有5个月死亡的人数拢比出事的人数更较悬。上半年死亡数是88555人，比出生数加8795人。老一辈民众讲，后一代无想要加生，少年一辈是讲生囡仔负担伤重。那袂使鼓励呀，也无要听咱呢。现在小孩是7个多月嘛，7个多月现在已经快60多万了，对啊，快蛮吓人的，对啊。所以你会再考虑多生几个吗？不会。学者认为生不如死的现象，后半年要变过来真困难。今年应该第一届出现死亡数比出生数更较悬的死亡交叉。另外，上半年结婚数嘛比去年减少6000多对。学者表示，明年后年人口恐惊会继续负成长。后年是虎年呐，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看来今年情况不乐观，明年也可能不太回不来，那后年又可能更糟糕。薛成泰教授指出，人口减少会当疏解土地承载甲能源使用的压力。不过，台湾未来10年上计减20万人，恐惊疏解有限。但是人口结构煞有大改变，未来1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会增加190万，工作人口会减少180万，囡仔是减少30万，必须要正视问题。我很担心，从现在开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呢，那么一年会比一年的招生状况要更糟糕。另外，统计嘛显示，顶半年户籍迁入国内大减，迁出煞增加。迁出比迁入加16000多人。内政部表示，今年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等疫情过去，再来观察敢有变化。记者林王庆中台北报道。再来讲，法务部调查局新德县的调查站，当伫咧南投清境农场山内一间民宿，查到一件29名电信诈骗的集团。原来这个人就是叫做中国迄边的警察和检察官去诱拐中国民众。近来因为传染症，也无法度出国去设犯案的遭屈，唔只会踮伫咧山内斗底去落网。警调人员全副武装来到这间在南投清境的民宿，当场查到以单信主线所组成的电信诈骗集团。根据了解，集团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所以敢会使甲机房设在台湾，主要是以诈骗兑换中国人为主。目前查到的诈骗金额差不多是200多万现金。电诈集团成员因世界各地新冠疫情严重蔓延，无法出国架设机房，而改在南投县仁爱乡清境农场附近偏僻的山区，包下整栋民宿，来作为电话诈欺的机房。集团诈骗手法是假做中国电信人员，还是公安，处成被害人了后，再去要求对方手机安装一款 APP， 为内底偷摕被害人银行口座。向被害人宣称身份证已遭冒用，被盗办门号等作为诈欺理由，诱使被害人先于手机下载安装线上安全系统 APP， 再于 APP 程式后台窃取被害人输入之银行账号密码。调查局后续会继续查，敢有其他共犯甲资金的流向，专案扩大追查当中。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我来看彰化县社头的清水岩路营区，过去10档经过3任县长投资4亿的经费，结果当招募企业去经营，却无介顺时，到即阵拢也无法度开业运转。地方嘛咧烦恼讲，这敢会变做一直关网。但彰化县府表示，经过招标的条件放确认了后，有意向的厂商，照看已经有6间了。真水的草坪甲造景，边仔就是路营区局，还佫有完善的温泉泡卡池。这个所在伫彰化社头清水岩路营区，彰化县府拍算结合温泉甲路营，名号做清水之森。不过园区起好啊，到现在还佫空空，真侪所在拢准备互杂草引起。有人咧出入甚至吧，有通一寡活动，拢无啊。一直拢无人来标啊吼，其实阮地方真期待嘛，真烦恼。地方烦恼成为蚊子馆，原本起卖观光效应，佫开始看会到、食袂到。清水岩原本是全国面积上大的路营区，县府伫内底辟建了温泉泡汤区，嘛起了汤屋。不过，伫2016年温泉区完工验收了后，所招标无顺，并无业者来进驻。县府表示，
已经将园区的招标条件放宽，预算伫7月底就会来完成招标。在第一次、第二次的固定权益都是250，那这一次我们把它改成150万，所以我想这一次的业者应该会有很多来参与这一次的投标。中华广府表示，已经将管理金调降，目前有经验者表达意愿。而学者指出，清水岩虽然是知名农业区，不过民众对着彰化大部分停留伫农业关，建议要加强甲在地以及议员来改名。一个单点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意愿是不高的，所以事实上必须要把周边的包括其他可能包括果园呐，包括这个赏风景的地方特产的这些项目都连接在一起。学者认为，清水岩虽然观光的条件真好，不过欠缺主要道路来连接，一般人嘛袂想到，伫种花毛温泉，除了加强宣传，甲在地产业结合运作，才会使渐渐将观光客源的引进。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咱搁来讲，4月底时，嘉义县环保局的稽查人员去发现梅山遮一间工厂伫咧偷排碱性真强的废水，尤其讲搁带了真偏僻。环保局的人员就要特别对5公尺悬的桥顶流沙落去溪底采水质。经过辛苦调查2月日，顶日啊才真正掠出财证。排水口流出落的水，边仔杂草嘛出现高大的情况。嘉义县环保局人员伫梅山乡的山区，利用空拍机发现石窟溪水质无正常。透过1个月观察，跟2个月调查，总算是掠到偷排废水的工厂。水质呢，大概是偏碱性，它最高可以达到12点多的 pH， 所以它是一个强碱的废水，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因为偷排废水的公路台伫咧桥骹，为着要采用水质，环保局人员嘛无向水降到桥底。环保局表示，业者为着要审批检查，家己伫500公尺以外的所在倒台公路排废水，经过不断这款水降的作业，才找到废水的排水口。它周边环境就是我们河川旁的堤岸，然后它因为看不到下边多深，它都杂草丛生。那我们就是绑着绳索这样垂降下去，那大约3到5米高度左右。防掠到这间工厂无摕到排放废水的稳准。环保局透过科学设备1点钟来监测水质的变化，发现工厂排放碱性废水。环保局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针对偷排废水的代志开发，通关引到新台币2000万的罚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讲，台中市潭子区的头家国校本地为着要方便家长接送囡仔，有开2000万点伫咧后尾门开出一条100公尺长、7米宽的新路。不过路线行弯翘 S 型的，弯弯的所在佫有死角。但台中市建设局嘛承认讲，设计方面确实有不周，目前已经咧设法改善了。一台车的跨度车开入来这条路，真正是亲像咧开 S 型考驾照。台中市潭子区头家国小有2000名的老师甲学生，后门新开了一条100公尺长的路，原本是要方便家长来接送，减少囡仔伫道路面顶行的危险，但是道路完工了，却有家长更加无法度接受。蛮傻眼的。怎么说啊？对啊，像你可以这边就直接，因为你是水沟上面加盖的嘛，你可以直接从这边一直就直的可以出去就对了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设计这个样子啊。S 型的道路出入拢有2个大死角，放学的时间还佫会造成塞车，结果家长有缘是还佫把车停伫大路面顶，等囡仔行出来。地方上质疑，这条路用了台中市政府第2美金2000万，哪会设计变安尼？这绝对会弄到，你应该开看卖咧嘛。你来到这根本还佫动慢落来，就弄到这。无在好，互家长开车送囡仔入来，爱用行的。台中市建设局回应，道路设计做 S 型，主要是卡伫地主土地征收的问题，但是细部的道路甲路顶退缩，还佫会用调整。地理上面的一些限制跟条件那加上它原来并不是一个地化通行的道路，那针对说现在在市角转弯区比较容易造成这个通行不良的部分，那现在已经责成设计单位跟厂商在改善当中。由于这条路是利用原本的水泥沟来砍挂，现场嘛民众发现河川的断面有缩减的问题，但是台中市建设局强调，已经经过水利局来专业评估，嘛请民众来放心。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今年度交通部开始咧鼓舞民众，都要行入去山内斗底欣赏天然的景致。啊，不过民间是早就有人咧设高级的旅行团入山，正大逐项拢办甲真好。这款游览永过是无法律的管，踮伫咧山内，敢会损害到大自然，学者嘛真烦恼。甚至有的人要落山，拢会直接要求要坐救灾的直升机。种种的问题，咱等下经过公视台语台新闻专题，做伙来关心和详细。中央政府看中台湾大山的观光潜力，甲2020年定做是山脉旅游年，都是要来说山系的观光。要爬起哩2-3千公尺的关山，为交通大门到食食拢爱准备较长，毋是像一般平地坐游览车观光。民间的业者早就推出台湾山坳抽口啊抽到着，毋免排牛食，毋免排困地的关山豪华旅行团。公山和山友，那阮提供的菜色拢是办多节。伊的服务非常好，伊带阮行，带阮介绍遮山顶的草啊、树木啊，教我们怎么友善山林。嘉宾湖的名声透台湾，吸引真侪高山的观光客。台东林管处所规划的山区啊，名称位含天道营位加起来，敢若有176位，真侪人假日拢抽无。山友为着要来看这粒上帝胖见伫咧人世间的那宝石，专由原住民传统拍来路线界貌斯顶山。这样这边上来的话，山屋不好抽，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边上来。就虽然比较陡，但是也很值得。这条前往嘉明湖的替代道路，不是列管的自然步道，看过去规个拢是天道。可是我们前几天上去的时候，一堆人，大概将近快500个人。嘉明湖的过去就是现在界貌看到的界貌室，因为他说我不需要床位，我就那边露营，所以以前的嘉明湖其实就是在湖边露营。然后大家都在湖边露营，就跟那个夜市一样啊。有业者是赞成公私协力，透过沟通合作来求商业发展甲山林管理的平衡点。我的看法是很好，因为你要做总量管制，你那个水准品质才会好。对人调来的，唔乃是关山旅游的商机，也佫有本数喷种种对生态的影响。假日的山溪变做夜市啊，唔乃是嘉明湖、水用森林、蜜月山、小溪营地，拢有这款现象。真认真来研究山甲进前的城市山情表示，政府无应该让部分的商业队甲山林公共资源变做是赚钱的工具，应该要明确来管理。369山庄附近发生大火的时候，烧出了很多垃圾，结果发觉这些垃圾竟然是协作团队的生财工具，锅碗瓢盆这些。那这些商业队伍其实是把这些步道还有山屋这些公共资源当成了生财工具。社企3人指出，商业登山这个高山观光产业，唔但无受到监督管理，甚至无明确的主管机关，也无列管的法源，政府无作为，也让部分的商业团甲成本外部化。他们应该是要为这些资源的维护付出更多努力的。可现在因为商业定义都很模糊。你连谁是商业团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叫他来为这个环境做出贡献？台湾开放山林所要爱的到底是观光化的关山，也是要培养人民亲山入山的能力？其中也有根本的制度问题等待处理。记者尤维珍、林坤明台东报道。过去人一句话讲，生有加酒芳，生无就换四地帮。富人人生产的过程真辛苦，嘛加减会发生医疗纠纷。这卖地书少年辈医师愈来就愈唔敢行妇产科这门。2016年6月底，咱国的生产事故救济条例实施了后，到当已经协助将近1000个家庭，妇产科的医疗纠纷嘛降低70%落来。这嘛是全世界头一国立法设出来保障生产的风险的条例。咱当嘛来探讨和详细。爸爸妈妈真欢喜的迎接打出世囡仔，啊，不过就算以后的进步，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真侪无法度预测的风险，而且佫有可能会危害妈妈甲囡仔的性命。为着要保障女性生产的风险，改善妇产科这个环境甲招人才有困难，伫咧妇女运动团体甲医界共同推动之下，台湾伫咧2016年实施生产事故救济条例，创全世界由国家立法保障生产风险的头一个。
要进来救济，他就是设一个基金，他就按照这个程度的轻重，就给他一个救济金。其他的国家有医疗纠纷处理的法案，但是没有以妇女为主体的，所以这是一个独步全球的法案。这部分在2012年10月份来试办，2016年6月30正式实施的生产事故救济条例。条例内容包括产妇、胎儿、甲红婴仔，若是不幸在咧生产的过程当中死亡，或者是造成中度以上的障碍，政府会提供上悬400万的救济金，佮会辅导病院设立关怀小组，主动向产妇甲家属来进行说明甲关怀，嘛要求病院必须要检讨事故发生的原因来进行改善。不是只有在医院生，在家里生，在公车上生，只要在中华民国国民及其外配在中华民国境内生发生的生产事故，国家都会救济。国家有这个法律在后面8个小时后，让我们的女性愿意在有一定的生产风险下，愿意来为国家从事生产。根据妇产科医学会统计，自从2016年6月底生产事故救济条例开始到今，总共救济957个家庭，新店总救济金额是5亿2500万。嘛，因为条例的保障，和妇产科的医疗纠纷事件降低要7成，嘛解决过去病院招无妇产科大院医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农业。台东出色客，永过拢是往来色客伫咧外销。即马较快过分的大白色客，嘛拍开香港、澳门这边高级人客线路，行空运的3工就会当甲现版的送甲人客手头，唔免过冷冻。县府当嘛强调讲，这款新做法，明日也通应用在别款农产品的出口顶头。台东县太麻里乡是大白品种色客的重要产地，种的面积有500多公顷。啊，不过因为大白色客较厚软，无像往来色客会当冷冻保存较久，会当长途运送。啊，不过即马突破运输的问题，通路上找到港澳的高端人客，愿意出比国内关一倍价销来订一箱1000多块的大白色客，甲台湾的同款青。其实我们已经试了3年了，那慢慢才上轨道，就是怎么样让客人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可以收到品质最好的市价，这样子。大白色客即马当地大出，会一直生产到寒天，而第一批先运送800台斤，168箱去香港。通路商强调过，因为是空运青的季节，那礼拜拢会现满直送，3工以内送去客户的手内。目前配合的太麻里地区尤其正式的青龙表示，伫咧疫情过了后，外国的人客更较注重食食的健康，嘛是台湾尤其季节外销的优势。那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健康。那刚好在1月过完年之后，疫情反而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逆势增加，因为大家开始更重视健康。县政府表示，这届无用冷冻的技术，是改换找找高级人客的方式，嘛改变海运用空运的销售管道，成功外销大白色客。未来其他的季节嘛会当利用这个方式来外销。啊，不过农会呼吁，农民也是爱甲品质甲生产管理顾好，才会当长期稳定外销。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一句成语，叫做老少咸宜，意思就是讲老共钱拢真会合。别项咱就较唔知影，若宝岛的歌谣确实是人人都真爱听。就是因为安尼生，台南市文化局才会专工举办宝岛咸宜环节的活动，邀请收集曲盘的专家，还有歌手甲音乐家，随个来点咸水演过真出名的影城戏台这大家，现场演唱老共钱拢真爱听的宝岛歌谣。有呀花，有呀花，秋风有吹落地。一条乌鸦花，互人想起过去迄段女性因为环境所致悲惨的命运。老山鸡放出来乐曲，逐条拢是台语的经典，互人忍袂住开喙对咧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伫咧咸水影城戏院办宝岛咸宜环的演唱会，希望小解这歌经典的台语歌，展现无共时期台湾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处境。包括着陈明章老师啦、谢明佑老师啊，个农村武装青年、百合花乐团啊，个有咱在地的牧歌音乐工作室、甲曲盘厅讲文化工作室吼，咱5组的团体啊，做伙要甲咱对日本时代甲今嘛好听的台语歌曲来介绍给大家。包括老曲盘的历史、含编台语乐曲的眉眉角角，台南市府请在地乐团来分享，也重新传唱这经典。要甲台语歌演变的过程，对1960年代讲到即阵，要互更较侪人了解母语歌曲的精神和精髓，互众人拢会使爱着这好听的台语歌。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有也花，说有也花。实在这条流传到今已经将近100年的歌曲，有也花拄开始写出来时，毋是爱情歌，你敢要信？来，咱先听一拍伊原版的歌词，讲春天到，百花开，红墙眉白目哩。这边几丛，迄边几枝，开得真济，真正水。国情今日就是要来讲，分所有好朋友大家知。那经过台湾歌谣的学者曾永明老师研究，这条有也花原底是1933年，迄当阵民间日本人伫咧介管，大家遮的文学家、遮的学者拢讲，哦，咱的台湾囡仔，即马嘛拢咧唱迄个日本的囡仔歌，袂使唔愿。开始征求发表文章讲来，咱写一寡台湾话的囡仔歌，就是一个文学家廖汉臣，伊来写这条《春天》，经过丁武宪先生作曲，所以你认真甲看，春天到百花开，红墙眉白目呢，这就是有也花，有也花，随风雨吹落地。同款的字句呢，原底的曲就是咧唱春天到百花开，这条有也花原版的曲是咧写囡仔歌呢。你敢要信？这真正真人实属台湾的历史。尾就是过当年，哥伦比亚唱片发觉讲，遮好的曲，你若用囡仔歌，无在条流传啦，才去聘请作词家周天王落去重新写歌词，变做咱流传至今的有也花。歌词讲有也花，有也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晚册，花谢落土不再回。雨水滴，雨水滴。因阮入受难池，怎样互阮离朽离基，永远无人通看见。你甲想，这个歌词内底写迄个感情写甲偌深入就好，怎样互阮离朽离基？这个花对落土。离开叶啊，嘛离开树枝，安尼叫做离叶离枝。尾啊，真侪写歌词，咱遮台语的作词家、作曲家嘛学即句话，毋只有迄个歌叫做花若离枝，毋只有迄个歌词讲，我可比迄粒星流浪千万里，我可比叶离枝飘来又飘去。尾首这条歌毋是干那爱情歌呢？日本皇民化的时代，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人为着鼓励台湾人讲，为日本去作战牺牲性命，佮把这条歌改变做日本的爱国歌曲。日本的歌词写落去，叫做好马内陆阮母英义的军夫，这就是有也花一代过一代转变的形势。国情用短短的时间，甲你做伙来开讲。咱听歌嘛，就要了解作词家、作曲家，了解这个歌曲背后的过程啦。过来，咱话来讲，台湾的传统戏剧渐渐伫咧失落。有当阵啊，确实是亲像陈明忠老师迄条下晡的一出戏伫咧唱，台骹无一声好，台顶是拢全雨。当台南市的水吟歌剧团为着要发扬本土的艺术，嘛特别开课教3天的做戏。虽然时间短，毋过对骹步手路到唱念，嘛是一项拢无走闪。老师指导学员练习发声，头起声丹田就爱出力。在唱歌戏的时，才通唱好大声佮响亮。像这款学歌戏的机会也无定定有，所以学员也把握时间认真学习。其实嘴型跟唱歌是有关联的。他说嘴型越夸张，就唱歌可能会越好。为着要保存咱的台湾文化，台南的水锦歌剧团除了平常时演出，也愿意全台湾走透透，教学员唱歌戏。团主也亲身示范歌戏小生的脚步手路。本身老师伊对这个歌戏，伊认为讲是属于咱台湾真文化的歌曲，伊希望讲会当更加精进。过有一寡人想要学，但是没有门路。阮想要教，我嘛没有门道，我嘛唔知要去倒位。所以刘老师推荐来遮开一个课。团主表示，以前细汉就咧做戏，对传统戏剧也真有感情，才和团员4个去表演。也愿意和有心要推广台语文化的团体做伙拍拼。足惊这文化的消息，所以阮介意听歌戏。阮希望讲这传统的应该愈来愈下人重视。这重视的程度呢，阮就阁希望因能够教后一代迈向唱这戏曲。虽然这歌戏的课程才3天尔，不过学员是学甲真有趣味，也互因更较了解歌戏的内涵和代表性。未来做伙来保存咱台湾的本土戏曲。记者综合报道。各环头来关心咱的农业，
花莲县富里乡已经2个月无啥落着雨。当今年离奇的稻仔雪无水通好淹残，还佫有60大山顶头的金针花嘛，因为欠水，花拢唔开。农民是烦恼讲雨若佫唔来，今年损失是会真惨重。啲农民来到专门伫咧种有机水稻的富里乡永丰村，种田已经20几冬的村长也无拄过遮尔久无落雨，规片的田拢干枯枯，无水通灌溉。去山顶找水源也无啥水，农民都唔知如何是好。这边有一个灌溉沟渠，是永丰，大概这边有30多甲都没有水。它也是没有动啊，都没有动啊，都没水啊。就是拢望天做风台，农民拢嘛讲啊，做风台甲有雨啦。公所讲，富里乡已经2个月无落雨，总面积3700公顷的水稻田有2000公顷无水通灌溉。另外受到影响的一个60担山的金针花，甲去年同款，雨水无够，拢无开花。以我们农业科回报大概有2/3目前缺水，面积大概有1500公顷左右。去年是20-30年来第一次，那今年是第2次，所以是连续2年2次。所以就是都是没有竞争，还有采收。有一寡农民是赶紧用水井抽地下水。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也协调农产水利会分区灌溉，不过小河乱溪顶水量也无够。若是天公伯阁无落雨，公所估计今年地季稻作至少影响14000栋，金针花季恐惊也无花通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这当阵提行政院农委会所分1张500块的农药券去交关农产品的人有影袂少。你像分林的西螺镇农会就讲，这几天小麦业绩加有3倍出来。西农会一个在行销人员就无因补会，虽然是平日，但来到农会行销中心，免落提产品的人潮嘛是真多，因为近期农委会发行的农药券全部抽出来。有抽到的民众，每人就会当有250块的所谓农药券会当使用。真方便啊，甲消费券同款啊，阮全工来。一定有帮助的，因为你侪人买，它的产量如果真销售量多的话，农民他的价格会提高吧。西农会表示，农药券有规定，需要到大以外乡镇市来使用，为了照顾当地农民。西农会嘛开放农药券会当来买白米和豆油，嘛有民众认为使用农药券来买白米上实用。短几天农会销售业绩比平常好3倍。生活上就用得到，对，然后就是享受都已经有了，然后就来这边买这样子。我只有这几天，我等了这2-3天哦，咱的销售额就达10万以上了啦哈，甲普通时来比较，超过3倍咯。西农会表示。这几天前来使用的农药券民众，嘛有真侪是长辈。农会人员买来教伊要哪来使用。目前规划假日的增加人力来上班，互排风定期县市的游客来消费，推广在地白米和豆油，希望对外陆农业经济有帮助。记者为您报道。咱搁来讲一个来到台湾13冬的美国人，台湾名叫阿勇啊。伊毋若学台湾话，搁踮网络开设一个频道，推动台语文。阿勇啊嘛讲，台语若要现代化，就爱愈侪人做伙投入来拍拼。重点是用台语，台语会通好好，台语我会使讲。哦好，你好，我用台语点饮料对话拢总无问题。伊是阿勇，为美国来台湾已经13冬，毋若台语真认真，佮开设 YouTube 频道推广台语文。伊特别到台南参加台语市啊，和民众面对面来教台文罗马字。我想用一个阿独个身份来，互大家鼓励吼，较接讲台语，较接听台语，较接。佮读写台语吼，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部分。阿勇讲，伊来台湾之前毋捌听过台语，一开始干那学华语，决定要留伫台湾生活，嘛感觉应该爱认捌台湾的文化，为台湾的汉字、白话字、罗马字，伊拢有法度写，嘛有法度读。台语已经伫台湾差不多有400多冬的这个背景嘛，伊是活的嘛，已经是活的物件。啊，所以台语其实。伊的概念、伊的思路，伊拢真丰富啊。但是台语上欠缺的物件，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文字。你来台湾偌久？13冬啊。
13人。阿勇用伊家己的经验分析，会晓讲台语，认得拉丁字母的台湾人，要来学台语文，其实无需要偌济时间。伊捌找朋友来翕影片，来做学习台语文的实验。一个音夹起来。念会出来，安尼应该是2-3天就会当啊。但是真正是需要勇气，因为你打看到的时阵，完全毋捌看过。我希望较侪台湾人，家己有这个概念，讲我是安那讲台语讲到遐认真，但是我毋捌字。其实这个问题影响介大。阿勇阁和阿华西合作，用台语和英文2种语言直接来翻译新闻，无透过华语做中介。阿勇表示，又对翻译当中学到真侪新的概念，嘛体认到台语是一个有真侪自由空间的语言。台语的现代化需要更较侪人做伙投入，让这个上有台湾味的思考更较精彩。记者尤伟金淡薄路台北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即马外口的天气比小暑搁较热，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大暑。大暑汉字写作大暑，罗马字写作德哀大，暑勿暑。大第7条，暑第2条。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热的3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新历的7月22到24这几天。这时天气热，气候湿无风，日时烘甲烧滚滚，暗时翕甲困袂去，因为天气热，人会懒懒闲闲，无想要振动。不过，大家千万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讲，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咪到，也是讲大暑若热无透，修行就会无够。就是讲即阵爱热的时阵无热，未来的天气变化就会较大，凡说有天灾影响修行。大暑的前后，就是的菜色有笋啊，甲蚵仔。人讲7笋8蚵，就是咧讲7月的笋啊，8月的蚵仔，这2种潮时的菜。先呢，我上爱食的就是冰的凉笋，爱记记买笋啊，爱跟笋尖是黄的迄款，那笋尖开始翻青翻绿，迄种笋啊就会苦，唔通食。另外一味嘛是先呢，我真爱食的。就是趁蚵仔大出的时，甲排骨做伙翕甲烂的排骨蚵仔。人讲大暑食旺来，大暑的旺来袂酸较甜，爱食旺来的人就爱趁金嘛哦。来啾啾啊啾啾啾，互你要食这个哦啾啾啾啾。大暑前后嘛是台湾传统音乐，
戏剧界的重要新名。颠倒元帅甲西晋元帅生日，无论是歌戏、布袋戏的戏班，也是演奏南管、北管的乐队，拢是服侍这两位新名。六大暑三伏天，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七笋八乌，大暑食旺来。伫即个时节，大家爱记哩不时啉寡茶，安尼才袂着沙。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